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社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莲雾。今仔日这期节目呢，咱想要来讲这个万社一个足重要的一段历史，也是讲一个元素，互万社变做今仔日的这个样。咱之前伫你若来万社迄集内底有讲到，一般人会讲来万社佚佗，通常就是两种，一个是有咧看骹球的，一个就是兴英国摇滚的人。所以呢，rock and roll 对，摇滚我感觉做好笑，还有拍摄你继续。所以咱今日就是要来讲这个万社的音乐因为我对 rock and roll 听团这无什么注意，所以我就甲各位里民同款来学习要安怎入门英国的音乐。我嘛是算足晚才开始听团的人，而且我是为台湾的开始听，所以英国的团其实我没听过尔，所以这集呢，咱两个人就先闪一边，互专业的来。所以咱今日有邀请到两位为了音乐走去万社大的两位里面来跟咱分享。讲这个跟万社音乐有相关的代志，咱先请两位来自我绍介一下。大家好，我是希亚，头一摆来节目，我是台南人，来哟。因为希亚我就想到一条歌哦，你讲迄个啥？对，嘛是台南人的迄个。迄个台南人，你知我咧讲啥？我一直想到希亚林诶，我嘛知影。希亚林是口手唱诶。我睇到希亚林。对。我嘛知影咧讲啥，我嘛知影往来咧讲啥歹势。我是自国中就开始咧听这外国的音乐啦，刚开始就是按这流行的先开始，来就是听迄种啥物查甫囡仔的团体，有诶生甲足缘投唱歌跳舞拢会晓迄种诶。sau落来个，因为阮同学介绍英国的这乐团安尼，因为迄当阵西洋的音乐，尤其这个英国的摇滚乐是足红的，足侪迄种乐团，就是基本上会接触到的，就是统拢英国来的安尼，个安尼一直听，一个看一个，一个看一个，因为迄阵真正红到就是迄英国的团叫做数百个有哦，真正是足侪，听一直听到大汉去安尼。毋过因为迄阵住伫台湾，无法度听到这乐团的演唱会嘛，因为你听音乐迄演唱会真是足重要的。我差不多做工课了后，有钱，我个调工会飞去英国去听这因的演唱会安尼。来这边，差不多几当前有这个机会，去英国住，去读册，去做工课万社对我来讲就是头一个选择安尼。个调工为着音乐过。好，大家好，我是菜头粿，我过来啊。好，顶一摆甲李长咱要开。咱要讲迄啥物万社拄着雷包故事吼，就发生足侪伫咧旅行的时阵阿萨布代志，伊是足欢喜的啦，讲足侪废话。一开始我的自我绍介内底，我有讲着讲当初是会选这万社，是因为其实我嘛是一开始就听台湾的独立音乐，这乐团拢会介绍讲影响因家己足侪英国乐团的歌。迄时阵我就足好奇的，然后开始找这英国乐团的歌，甲因背后的故事，刷落来。大学迄时阵，我就开始听英国乐团的歌到今嘛，所以讲我以后就是第一个选的煞港度假的城市一定是万社，无别啊。好，对我熟悉两位的时阵两位已经其实拢是听音乐真久啊，所以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恁咧接触音乐的时间有偌久开始是安怎开始的一开始接触的时阵，敢是就是在介意英国还是万社的乐团？我大家有讲到，我是自国中的开始就听这英国的这流行乐，就是较流行的这部分。我迄当阵是足小足介意迄个英国足红迄个叫做 Take That 这个 Take That 这个算查甫囡仔的团体安尼。因本身就是按万社出身的，因本身就是万社，对，因本身就是万社，所以我对万社真正是介意的乐团，就是拢按遐出来，我嘛感觉足奇怪，就是安尼，就是自头一个就是安尼。刷来个同学介绍嘛，我开始听差不多 Britpop 这个乐团安尼。迄当阵足有名的，按万社出来就是 Oasis。迄阵南部上大的团，迄阵就是 Blur 安尼。当然嘛有其他所在出来这个乐团。因为迄当阵真正超级侪这英国乐团的音乐。
差不多90年即个年代的音乐，基本上大家个互伊一个名叫做 Britpop。这个是媒体啦，互伊一个名，因为迄阵迄出来乐团有够济，所以因个规讲遮出来拢叫做 Britpop， 互因即个名安尼。其实对英国人来讲，迄是足重要的代志，因为对因来讲，这就是自从 The Beatles 了后，即个英国上大即个音乐复兴的即个潮流。我迄当阵就是因为国中嘛，因为同学介绍，迄阵的环境敢若有 MTV 台、电视台安尼，还有一本地用音乐杂志叫做《余光音乐杂志》，即个杂志就是专门咧介绍即个西方的即个流行乐。遮咧讲的流行乐，就是有涵盖着英国的遮乐团的部分。我就是靠即本杂志咧看这乐团的一寡趣味的代志啦。543对。看咧讲今仔日因第一名，即条歌变成英国的即榜上的即个第一名安尼也是安那因其中的因咧乐团之间的代志安尼。看即个 MTV 即个电视台咧放音乐因嘛拢会介绍这乐团的即个 music video 所以就因为用即个方式来去熟悉愈来愈侪乐团安尼。所以伊即本杂志是毋是主流的较独立的音乐拢有介绍？因为其实90年，不管伫英国还是伫美国来讲，其实迄音乐足兴的，像台上会着，你有讲Michael Jackson， Madonna， 迄个 Janet Jackson， 足侪啦。你若讲 hip hop， 欧人的音乐遐嘛是种足大的名拢有出来。美国迄阵流行这，英国就是有遮乐团。所以迄本杂志基本上就是介绍遮所有的西方的即个音乐的即个部分。所以像迄 Backstreet Boy 伊嘛会讲有啊，嘛会啊，就是流行，因为对因来讲中包，因为咱讲摇滚即个物件，其实伫西方来讲，即个摇滚乐对因来讲嘛是一个算一个流行的一部分。对因来讲，因为Britpop 伊嘛是 pop 啊，嘛是流行伊用 pop 即个名对，所以对因来讲，因就是平常时，阮可能说来要讲的这乐团，其实对英国人来讲，就是因，就是像咱的什么周杰伦嘿啦，蔡依林。即种泉州乐团，早到泉州乐团，我可真无想要讲即个名，歹势，我真正就是无想要讲迄个名，就是恁知影，大家拢知影迄个，即段来消音哦，最可能爱加5月35天，就是迄个乐团，我头前本来要讲即个乐团，我想讲，真无想要讲，你会当比啊，嘿，迄在加消音，我无想要比，我来要甲坑起你。所以对因来讲，好继续。迄本杂志基本上就是你所有西方你想要知影，你就是像迄种Irish 的音乐，伊嘛会介绍，因为迄种一个足红的查某艺人叫做 Enya。我就介意世界音乐的，伊嘛会介绍，伊嘛会介绍所以其实是所有啦，因为对因来讲，西方的音乐，因就是拢会介绍安尼。你若去问马世芳，伊一定知影。对，好，刷来菜头粿咧。我的部分是因为我头前就是有讲着，我其实是为大学开始咧听遮英国乐团的音乐吼，是拄好讲遮我介意的乐团拢是曼城出来的，就是咱这 Made in Manchester 我迄时阵的网络其实无遮尔济的物件会当互阮看，但是嘛是足济物件看报纸啊。迄当时有一个世新大学有一个破报嘛。破报你嘛是做这人会当顶管写什么音乐的评论啊，有诶无诶，我就开始看迄找网络的资料安尼，我就开始研究讲这乐团为什么会做这音乐啊？其实迄当时听的乐团嘛是足济啊，嘛毋是讲只有曼城尔，包含着这伦敦啊，还是苏格兰的乐团拢有啊，拢是英国的音乐。我是到曼城以后，开始了解讲，原来英国每一个地区的城镇拢有无共款的乐团，无亲像咱台湾大部分的乐团拢是伫咧台北较济。对，拢着爱去台北才有法度发展。对啊，好，咱刷落来讲即个曼城音乐吼，曼城一开始有出现有名的乐团是差不多伫咧60年代，迄个当阵就是 Bee Gees 跟 The Hollies 跟较后壁的即个 Sex Pistols 的拢算是即个曼城开始的团啊，无就是因的乐手是曼城人。
毋过我所知影就是 Bee Gees Come the Hollies 应该是因出名了后，就去别地发展啊，就脱离即个慢城的即个脉络啊。毋过后来70年代后期看80年代伫咧慢城的音乐界发生的代志，比如讲即个唱片啦、乐团啊、录音室、经理，遮的每一个名词拢会当做是当年真重要的一个 keyword， 一个关键词啊，所以对慢城即个城市的发展的影响拢真深吼，所以咱就为即个时期的来开始讲，咱为即个80年代左右来开始讲。其实我是感觉讲，足侪人去英国佚佗的时阵，一定会选伦敦，毋是曼城。曼城即个名，即个城市对毋管是台湾朋友还是其他世界朋友来讲，应该是较无熟悉啦。啊，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听到我要去曼城这煞讲度假的时阵，伊拢袂使了解讲为虾米我会选即个所在，因可能无听过。啊，毋过对一个讲足介意摇滚乐的人来讲，曼城有伊真特殊的意义。而且伊的历史发展甲音乐嘛是拢有关联的。为这1970年代尾期开始啊，其实曼城就是一个出产足侪乐团的城市。啊，伊是为这 punk music 开始伫咧英国有名的。迄时阵最有名的 punk music 就是 Sex Pistols 嘛。啊，其实曼城迄阵嘛是有一组足有名的 punk 乐团，伊就是Buzzcocks， 伊就是为曼城来的。嘿，其实这乐团会当成功的背后，一定爱讲到一个人，叫 Tony Wilson， 伊是真正拍着这1970年代后期到2000年初的曼城音乐的场所。啊，其中伊上代表性的 post-punk 乐团就是 Joy Division， 啊，佮有后来变成 New Order， 拢是为这 Factory Records， 就是这间 Tony Wilson 伊开的唱片公司为这起家。啊，而且我补充一个小趣闻啊，伊当初是这 Buzzcock， 伊就找这伊的好朋友嘛，Sex Pistols 来这 Laser Free Trade Hall 来办一场演唱会。其实迄当时这场演唱会只有42个人来看，人足少诶，人足少诶。啊，毋过当初是伫咧看这表演诶人，拢是有头有面诶人，拢是后来变成刷落来拢比超去大团诶。伊有 Tony Wilson， 伊本人，伊个有 Joy Division， 个有 The Smiths 诶团员。这人对规个曼城社区到伊的音乐产业，拢有引起这革命性的发展。啊，伫咧Tony家己的电影内底，24 Party People， 这若是听众朋友有兴趣嘛，是会当找来看。伊嘛有讲着讲，这场演出对伊来讲是一个足大的冲击。啊，以后伊就开始想要发展家己的厂牌，啊，伊个奉献伊家己学的物件，互规个社区。这个社区就是讲曼城这个城市。啊，当时阵 Tony 嘛是甲这 New Order 的团员，伊做伙来经营这曼城上有名的夜店，黑森达，咱后壁嘛会介绍一个。这个就是伫咧曼城音乐文化当中足重要的建筑物。啊，而且这场的演唱会的这个地点嘛，真特别的，伊是200当前皮特鲁大屠杀发生的所在的地点。这段历史大概有兴趣，当等于听咱第3季第1集的介绍。皮特鲁大屠杀，互英国的规个政治体制产生真重要的改变。这场演唱会伫同一个所在，嘛会当讲是对规个英国的音乐产业产生重要的转变。所以伫菜头粿讲的这段内底哦，我若讲到2个足重要的名，一个是这个打造曼城音乐场所的 Tony Wilson。伊嘛算是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同时嘛是唱片公司的头家，啊，阁是曼城地下的文化部长，无互人请呀。啊，毋过伊规个这个责任拢甲打起来，家己差不多啦，差不多，真正是差不多。啊，阁有一个是这个乐团 Joy Division。啊，我则阁小可补充一个 Tony 吼。我感觉用台湾的例，我可能会甲伊比做这个水晶唱片的人江大刊马四方2个的 mix 啦。伊本来是去做记者嘛，啊无偌久，伊高中毕业了后是去读剑桥哦，就是足好的大学。啊，毕业了后就去伦敦做记者。啊，毋过伊做2档，伊就转来曼城的电视台，有引到一个头路。啊，伊转来伊就讲伊无要离开啊。
啊，几年后，伊就伫电视台开一个介绍音乐的节目，啊，伊看到当时万城一个唱片品牌 Rabbit Records， 啊，伊就感觉讲，爱出唱片才赚得到钱，所以就含朋友钱斗的，啊，开一间唱片公司。第一张的这个专辑就是 Joy Division， 后壁就是菜头粿后壁讲的，伊开唱片公司、开 live house、开 bar、办音乐节、办音乐研讨会等等。同时间呢，伊阁有一直拢是有伫电视台主持节目，啊，而且后壁阁去倡议，互即个西北部有家己的政府有权力来管理地方，毋是去互即个伦敦管。啊，这是跟伊个人的政治的取向有关系。啊，这咱等下再来讲。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名就是 Joy Division。伊是一个万城最重要的乐团，煞来咱来请即个鱼仔来小可来介绍一个乐团。好，像大家菜头粿讲的迄场 Leicester Free Trade Hall 即个演唱会，即个演唱会真正我感觉真是超级重要。伊大概就是造成即个万城音乐徛起即个上重要即个时间点。吼，啊，像大家有讲，就是其实刷落来咧影响着即个音乐史的遮上重要的乐团，基本上就是因为即场演唱会，较决定讲，吼，我要来做啥物，我想要来做乐团，吼，啊，我想要来开即个唱片公司安尼，吼，啊，像即个 Joy Division， 因本身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音乐的即个风格，叫做 Post Punk，吼，啊，因即个团员本身就是伫即个演唱会顶悬熟识的，吼，啊，即个 Joy Division 其实因组团毋较短啊，较4年尔。啊，是到即个主唱，即个 Ian Curtis 伊自杀，迄当阵因较出2张的即个专辑尔，差不多2张专辑即个时间，啊，毋过因已经去开创一个新的一个摇滚乐的一个风格，吼啊 ，Punk music 即个音乐，伊本身伊就是咧追求较简单，吼啊，较反叛，啊，较强组即种做家己的即种精神，吼啊，即个 Post Punk 伊本身伊就是去演耍即个 Punk 伊本身的即个精神，有若是足反叛，啊，有若足做家己的。啊，毋过就是伫音乐上，因个无像这 Punk 遐尔啊简单，因个较复杂，啊，较侪咧做实验即个风格，吼，啊，无遐尔啊粗涩的即个音乐，吼，啊，即个 Joy Division 伊本身即个主唱 Ian Curtis 本来有忧郁症，啊嘛有猪毛灯，吼，啊，所以伊定定伫咧演唱的当下，伊猪毛灯有当时啊个发作啦，啊，所以对伊的人生来讲，迄真正是。你是一个表演的人，你有一寡你无法度控制的一寡因素咧，对你的表演咧造成破坏。吼，啊，伊本身伊的人生伫迄站嘛是阁有离婚即个问题，吼，啊，阁忧郁症安尼，所以伊家己本身的故事，阁影响到 Joy Division 伊即个音乐的方向。大家也去听，你会发觉讲，哦，有较黑暗，啊，较郁卒，啊，伊写的歌词拢咧讲哦，人生偌痛苦，啊，较黑暗的即个部分。啊，因其实伊在世的时阵，因的唱片其实无引起足大的注意，啊，毋是讲卖甲超级好啦，安尼。啊，即个 Joy Division 其实伊是等甲即个主唱，即个 Ian Curtis 伊自杀了后，较开始变红的。即个部分大家也是有兴趣，会使去看一出电影叫做 Control， 吼，伊本身即个导演，伊是 Joy Division 的摄影师，嘿，伊本身伊就是有替 Joy Division 咧翕相安尼，啊，所以伊其实含伊私底下就是拢有交情的。啊，伊来拍即出电影，我是感觉是真特动啦，真正是真特动，因为伊知影因的故事嘛，伊对伫因边仔嘛。嘿，伊连伊迄主角啥物拢找甲嘿啊，真诶真诶，啊，应该有哪有足神啊，甲因的故事讲甲真好。对对。嘿，你敢知影因查某囝嘛有伫内底有演？我知影，我知影，嘿啊，嘿啊，嘿，所以有兴趣，大家去找即出电影来看啦。嘿，啊，毋过就是爱先甲你大家警告，迄就是看了心情会足歹。对，对，大概伫台湾看，较无要紧啊。都毋通伫官厅看，伫官厅看，你会感觉人心拢无去。对。因为我是厝边，你知我是Joy Curtis的厝边，所以伊遐翕的所在，我会经过时，我是着我都想着伊的故事安尼吼，真正系啊。好，啊，咱讲到即个 Joy Division， 无因为即个主唱自杀了后，个解散，因无。啊，因剩落来其他3个团员，因刷落来因个改即个名，因嘛是原本的人，吼啊改名叫做 New Order。
因本身因即个音乐的风格，有加即种学生气。较流行，即个 synth pop 吼，佮加即个 post punk，就是因本来 Joy Division 一寡风格的部分来共揽做伙，来去做歌。因迄阵其实安尼，因嘛是想讲，佮安尼做就好啊，佮想袂到 New Order 刷落来比较足红诶，吼。我即摆才要讲一个，就是 Factory Records 有一个足好笑诶代志，因为这是本身即个 Hooky， 就是 Peter Hook， 伊即个 Joy Division 诶贝斯手甲阮讲诶，对，因为我有向本人有见过面，伊有甲我讲一个故事安尼，伊就讲，伊讲 Tony Wilson 即个人吼，甲因即个团队诶人，大家真正就是足艺术诶，即种足性格安尼人嘿，吼，像因当初因做一条歌足有名叫 Blue Monday， 咧做即个 Vinyl， 即个封面即个壳诶时阵，因本身长期咧合作诶即个平面诶即个设计师叫做 Peter Saville。迄阵就向因诶迄个 Stephen Morris， 就是因诶拍鼓诶，因迄阵咧讨论，讲，讨论出来，发展出来讲，即个 vinyl 诶壳，即个封面是要怎做安尼？因为即个 Peter Saville 伊本身伊就是一个古典即个艺术出身诶人，所以因就是安尼去讨论，即个封面内底要唱啥物故事吼，就是爱互大家去阅，去思考，来去改即个密码。即个想法，吼，伊即个想法其实足好，因为你也想要知影足侪意义吼，也想要去即个解密即个角度来去看，实际上是真好。毋过实际上，伊即个想法要真正做一个壳出来，拢爱用手工来做，较有法度去做甲伊即个要求，嘿。毋过呢，即个用手工来做的，做的即个成本其实是真悬。吼，即个 Peter Saville 伊迄阵，伊敢若讲吼，我一定爱做到即个艺术，即个理念一定爱有做到。无去算着成本，因为伊迄种做歌，伊嘛想讲佫做歌尔，无想讲伊会红袂红嘛，想袂到 Blue Monday 一推出了后，伫英国比甲超级红呢，真正超级红，迄个唱片的销量真好，来刷落来，因的会计咧算，讲奇怪，袂遐好，为什么我嘛一直咧了解，来迄个详细来算，想讲夭寿奈，我也卖一张 Blue Monday 即个 vinyl， 公司佮爱颠倒，佮爱了5角，佮倒贴5角安尼，因为迄个制作你手工的成本悬甲就是比本身即个唱片的利润佫较悬，所以有讲真正会分去，就是安尼，所以因就是真正就是一定就是为着我要达到我的目的。吼，即艺术的目的，也是我想要做啥物较高尚的即个目的，因个无去算即个钱的部分，嘿，即种安尼一群人，所以我感觉讲。有理念真好啦，毋过即个现实的部分嘛是爱顾啦，先顾一个，对，就是因为即个 New Order 因迄阵就是较即个利用即较跳舞吼，即个风格诶，即个音乐来做因刷落来诶，即个诶歌。到迄阵 Factory Records， 因本来因嘛有签其他诶艺人嘛，因嘛想要，其实伊手下 Tony Wilson 下骹诶即个艺人。音乐团真正是足济，迄阵其实资源无够济，所以伊个爱想办法讲我爱来去推销我家己的艺人，吼所以伊迄阵迄个 Joy Division 迄个经理，有甲建议讲无你家己开一间迄个叫做夜店，吼，就是互大家会使密去内底来唱歌。跳舞佮再兼啉酒，内底你个放，互你家己个乐团，互你家己个艺人伫内底去做表演。安尼，迄个夜店就叫做 The Hacienda， 刷落来就是要来甲大家讲，就是因为有即个 Hacienda 的出现，佮发展出其实到即马大家嘛是拢足知影一个文化叫做电子音乐的即个文化，就是 rap culture， 其实就是 The Hacienda 开创即个文化。其实这 rap culture 伊红的时间差不多10年外吧，1980甲1990遮这10年，嘛是有部分人讲这是甲 Tony Wilson 伊开的店是有关系啦。其实嘛是真正为遮出来的，因为一开始只有几间这夜店有办这 all night parties， 就是开几个暗，或者少年人会当去内底跳舞唱歌、啉酒安尼。毋过唱歌、跳舞、啉酒
跳久啊嘛是足无聊诶，所以少年科以后还得食肚，迄当时真正是食肚诶问题足严重诶，所以讲政府就开始掠遮掠掉，互因无法度继续开。所以讲这10年期间，这 rave culture 伫咧政府诶法令诶影响内底，伊就渐渐消失啊。我是感觉这足可惜。我是感觉毋是消息，伊其实个变成地下诶文化，安尼大家拢唱起来个伫厝里嘛，吼，也是大家去跳舞跳了，大家伫厝里，也是个讲去约去别位，大家来食肚，个食肚了，变甲足迷幻诶，足毋知影人诶，个走转去跳舞。其实消息应该是讲，伊是变甲较毋是蛮城主流诶文化，嘿，对，伊就是伊嘛是一个文化，毋过伊毋是主流诶，伊就变甲较袂使讲诶，即个部分，对，对。即个学习导我感觉嘛是一个真神奇的产物，我会当小可来介绍一下，就是其实迄当阵 Tony Wilson 毋尔是讲为着要推上即个 Joy Division New Order 伊看伊的乐团嘛，是因为迄当时的万城足侪punk的音乐表演的所在拢互政府关起来啊，所以因逐届要推即个乐团，就要一直去找场地嘛。所以就开始有即个想法，就一开始是即个 Joy Division 的即个经理伊提出即个想法啊 ，Tony 看即个 New Order 出钱就去迄当阵是拍远的一个所在叫做 Castlefield， 即马遐的迄个大楼拢足贵的。毋过迄当阵就是迄当阵遐拢无啥物人拢伊就伫遐找着一间游艇的电视馆伊嘛是就伫遐拍远啦，无人咧用搁找来即个设计师就开始做共款，就是这设计师嘛是有足有理想的，我想足侪物件结果迄钱完全超过因的预算大概讲即个生理惊歹势吼，因就是遮的人足有理想的毋过无一个人咧管钱，反正就是开一间表演的场地。内底有bar有洗头店，本来搁要开餐厅，毋过真正无钱搁来伊开的时阵前几冬拢无啥物人，是爱到即个80年代后半段开始，忽然间变甲足清的。有一个伫内底做工课的人，伊讲本来拢是猫2、3只尔，内底逐个拢掠杀无小家，无人客伊出去度假6个礼拜，转来雄规礼拜拢是满的搁人足济，趁钱趁到眼骹目这伤钱伤到笑嗨嗨毋过呢就是差不多迄个好的光景差不多可能3-5冬吧怀疑就是迄当阵个安那因真正伤钱伤到足济，有一冬的即个 New Year's Party 就是12月31号迄天因就咧办 party 迄31了放烟火嘛，结果烟火呢火就落落来伫迄个毋知啥物所在，落一个溪纸溪面顶纸溪就煞烧去纸溪内底全部拢是坑钱，伊讲差不多是伊讲差不多烧伊讲差不多烧5000磅去，5000磅就是台湾啦20万结果因遮的头家拢咧笑呢，讲哪会遮好算就是讲迄一定是食到食到甜食到忙你迄一定是食到来就是无人咧管钱对因为拄则讲开始有人咧食毒嘛，因为你放即个跳舞的囡仔Tony 甲你讲白人就是爱食药才会开始跳舞所以 club 的内底就开始就毋是食药就是因讲真正足劲的你也互因足真时阵真正是足劲的对袂唱歌嘛袂跳舞会开讲就袂歹对所以有食药有2个问题第一就是大家食药就无要买酒你的收入就减少这对就无收入吧佫愈喊因为大家食药会喙焦嘛，所以会甲饱讨水嘛就有人甲因建议讲无你就去买控抓水对因就讲哎哟水就共收钱毋免啦所以拢互因tap water 对伊就互因买结果啥物呢灶骹的一个小姐讲这有生理所以伊就开始买控抓水毋过遐个钱拢无入去落地内底
我感觉足正常，我甲你讲，真正都Factory Record 出来的人，真正拢安尼。吼，食药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有药仔的所在就有乌刀，乌刀来就要抢地盘，抢地盘就爱摕刀摕枪，摕枪，对，所以到900年代初开始的各种的治安的问题就开始一直出现啦。警察其实一直就想要把这关起来，叫因伤大。毋过市政府兼议员就写批互警察局甲因解说，讲因为即个所在对万社的一个文化兼观光的收入最重要的，有一个足大的意义的，所以你毋通收。毋过足考试就是，本来警察对这是真支持，因为伊感觉讲，伊遮出现呢，互大家去跳舞，就互即个骹球罗马的数量减少啊。毋过，最后伊竟然家己嘛变成一个治安的一个问题。所以最后是伫1997年左右，有人伫遐现场互穿大死，安尼伊才正式收起来。毋过我感觉伊是真好的，所以伊就毋是一个仅若是一个表演的场地，伊嘛是有足侪有开创性的所在，比如讲伊是足早开始放即个非洲音乐的所在，就是 African music 伊嘛是伫规个社会风气拢对即个同性恋足无友善的时阵，伊就规期开放，逐个月一届，伫遮办 LGBT night。伊拢会放迄足时行足赞的音乐，足专门开放互 LGBT 的朋友来参加。我感觉这是足有开创性的。真的。对。我来补充一点啊 ，Tony Wilson 伊即个人，伊本身真正是足开放的，因为你看伊即个 Factory Record， 伊下骹签的即个艺人，即个音乐团，你就知影，因迄乐团内底其实足侪有那是拢黑人的，所以，所以我感觉是可能嘛是因为即个原因啦，因为你接触等于你朋友就是遮黑人嘛，或者因本身因的即个音乐的元素就是非洲音乐嘛，所以就变成讲是安尼啦，就是我感觉应该是伊即个遐开放的即个。思想其实就是因为伊即个环境造成的。对，好，刷落来的历史到倒位。个无咱来请蔡头粿来讲即个，其实嘛是 Tony Wilson 遮生出来，个另外一个一个风格，吼，另外一个音乐即个部分。其实 Tony 真正是一个足有才情的人，伊嘛是足啊受康受芳受一寡新的名词咧。其实即摆要讲的物件嘛是甲 Rave Culture 差不多的时间，伫咧这。1989年的时阵，伊创造一个叫 Manchester 的名词安尼，伊就突然间流行起来伊是一种摇滚乐去加上这舞曲的风格，伫咧台遐跳舞，哪跳舞哪听这摇滚乐，足好耍安尼。这个风格呢，伊就伫咧1990年代初期，互这英国的音乐媒体去宣传，就唱起来这个风格呢，有一个乐团叫做 Happy Mondays， 伊本来要发行一个单曲，伊的名本来叫做 Rave On， 毋过伊的 MV， 伊的 music video 的导演看着，就过来讲，无你就 Tony 有讲一个 Manchester 嘛，无你就改做叫 Manchester Rave On。后来这首歌就足红的。后来这媒体的访问这主创的时阵，伊就会讲着讲，伊其实嘛足改这个名词的，因为万社迄当时的音乐是真正足请遐的。这是甲80年代这足黑暗的、足物质的风格无共款物件。Manchester 伊会当讲是一种真快乐的音乐，伊是一种较乐观的表现，就是少年人安尼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安尼。毋过嘛是有人讲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啊。我是要补充者是，若是有听众朋友去过万城，你可能会看即个少年人拢会穿迄Adidas的运动衫，oversize， 对。你莫感觉讲迄做退流行的其实迄位 Manchester 迄个时阵，少年人都是拢安尼穿，就是安尼穿这衫裤的风格。其实一直到即马，因拢是安尼。对，这个流行的部分真正是安尼，因为就是所罗会介绍一个乐团，因为伊穿这个 oversize 这种衫裤的这个风格，就是这个乐团，来影响着，来所来个影响着 Oasis 安尼。好，我咧先来讲一个，就是这个大家这个菜头粿讲的这个 Manchester 这个名词是 Tony Wilson， 其实。咱来讲啦，其实伊基本上嘛是为着要去推销你家己的艺人所
来创作出来即个名词，吼，啊像迄阵Factory Records 下骹的即个艺人James， 吼，啊是 Happy Mondays， 啊个 AOA State， 因拢是这总是 Tony Wilson 下骹的即个艺人，啊因的音乐本身个拢有一寡跳舞的即个元素。吼，就像讲 acid house、psychedelic， 就是迄种迷幻，吼，啊，佮会加一寡 post punk， 吼，这是因为 post punk 的定义就是因即个唱片即个嘿，因的根本，所以一定拢会加起来安尼，啊，加起来了后，才发现讲哦，啊，足适合跳舞，足适合去 clubbing 的，吼，安尼，当然，大家就想要去到hacienda去消费嘛，去遐佚佗，啊去遐来爽一下安尼，爽一下，爽一个对嘿，真正是爽一个对，吼啊，所以这 Tony Wilson 伊本身伊就是伊足坚持对家己的城市爱有家己的发展，对啊，所以卡那伊就是想讲，我要家己想办法，我要家己找资源来做。啊，伊即种做法其实我感觉真正是有哪是影响着煞来咱讲即个独立的即个精神啦。即个有哪是对即个英国西北方即个就是 proud of themselves 即个部分，我感觉伊真正是一个足重要一个因素安尼。吼，啊，阮大家咧讲，我菜头我咧讲即个 Manchester 即个风调内底有一组迄个乐团，我讲迄个穿衫即个风格，甲影响着的吼，即个乐团叫做 The Stone Roses。啊，伊其实就是有直接去影响到即个90年代即个 Britpop 即个发展，啊，毋过因本身毋是 Factory Records 下骹的即个艺人，啊，毋过伊是就是咱后一集刷落来会去讲的即个 Britpop 即个部分，伊是真正就是影响到遮乐团的部分安尼，啊，所以总共一句来讲，即个80年代即个 Manchester 即个音乐的发展，真正是超级热烈的。吼，有无共的即个音乐的分支，啊，毋过拢共伫即个城市咧共时阵咧发展。吼，啊，咱像因80年代的初时，佫有另外一组，有哪是伫英国迄个少年囡仔内底足流行、足红的即个乐团，因是 Salford 来的即个乐团，伊叫做 The Smiths。你看英国人其实都真正拢知影即个乐团。吼，啊，伊有哪是直接来去影响着英国即个90年代即 Britpop 的发展，啊，毋过即部分真长，啊，咱个后一集较来讲就好。对，嘿，对，所以咱即集差不多是讲即个万城以 Factory 即个品牌为主的一个历史，即个主线还即个线，即条线。哎，当然，迄当阵嘛是有足侪其他万城足强的乐团，啊，咱就留甲后一集再来介绍。即集等于是即个 Factory 的世界线。好，啊，讲这历史讲煞咧，咱来讲即个影响，就是讲这个乐团对咱啊，还是讲对万城，还是讲对这个世界有啥物影响？啊，迄当阵的乐团呢，含 Tony Wilson 除了产生音乐之外啦，其实嘛对足侪代志有产生改变的，所以咱刷落来就来讨论一下，就 Tony Wilson 即个人含万城音乐产业，吼，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其实 Tony 伊伫个1976到这1979年这3年的时间，伊办了一个万城北方的所在，伊是接近这 Rochdale 嘛，甲 Bury 的地方，伊办一个音乐节，伊叫 Deeply Vale Festival。啊，同一个时间伊嘛是做侪代志，像头前讲的开唱片公司，啊开夜店。其实伊做足侪推销家己城市的活动。对，我差不多2007年，我家己走去英国，我咧听演唱会，啊，我迄阵我就是走去万城去嘛。其实对我来讲，我就是因为较早你就是看遮杂志啊，看遮网络咧讲尔，啊，我是亲身去感受着讲，哦。Hacienda 啊 ，The Factory Record 对即个万城的即个市民来讲，吼，真正是影响足大，而且因真正足骄傲的，就是我有印象，我迄阵住伫 Northern Quarter 的一个 hostel，我一入去，迄个柜台后壁，个一个足大的花砖，伊迄个直接写着 Hacienda。所以你也伫，迄阵我是头一道到万城，啊，我个来因内底看那放的音乐，就是遮80年代、90年代遮乐团、遮万城乐团的歌，就是安尼。啊，因就是大家拢伫遐笑啊，伫遐唱歌啊，迄个你就讲哦，这真正
行少年啦，因为比如说十几当前啦，吼，咱迄阵要算少年，少年囡仔逐个拢知影遮而且对因家己的即个文化，因家己创造出来，即 Toni Morrison 创造出来遮所有的部分，因其实家己拢足认同的。所以我迄阵就讲，我伫外口，我伫台湾遮看的遮部分，因为咱是真正，逐个拢足对因家己的即个文化，我是足骄傲。还有迄个咩讲，甲逐个对即个城市的即种认同的部分，规个安尼甲安讲凝聚。团结起来安尼，这是我家己经验的部分啦。因为你我迄阵含咧工作人员咧开讲啥，就是嘿啊，伊讲你是因为音乐来，伊两个足欢喜的。对啊，对，我嘛想要讲者，其实迄当时我伫咧万城诶时阵，有一间 pub， 伊逐礼拜五还是逐礼拜六，拢会放的音乐拢是遮80年代音乐，因为头家讲伊就是足喜遮音乐。我感觉音乐其实对万城人来讲，伊迄就是等于是就是因生活的一部分啦。伊袂使拆开的。你若讲你若去行去问万城人讲，恁感觉你要介绍恁城市，你要介绍啥？伊一定讲音乐，伊一定讲在乐团。对，对，为因爸爸妈妈时代在听物件。对啊，就是安尼。对。遮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拄则菜头粿有讲到，即个 Toni Wilson 的办音乐节啦，开唱片公司，遮就是你各位里面可能会想讲，这就足侪人咧做啊，有啥物厉害啊？我感觉大家爱先了解当时的即个背景，就是当时其实中南清北的即个状况，其实真严重，啥物资源拢伫咧伦敦，尤其撒笑上台了后。含即个工会对呛，劳工朋友占多数的即个万城，莫讲万城啦，就是规个北部的经济拢足惨的足侪人失去头路嘛拢会互即个南部人看袂起。Toni Wilson 伊算是出身袂歹的家庭，伊会当欢欢喜喜伫即个伦敦，伊又伫伦敦找着即个媒体的头路，伊其实会当爽快的伫遐食头路到伊退休，毋过伊选择讲伊要转来万城投资伊的时间、伊的财情甲伊的钱。有的人会甲口说讲伊是即个万城的 chauvinist， 就是万城沙文主义啦。这是伫咧甲伊口说，因为伊对即个万城的付出足侪。伊嘛是拢会感觉说，万城就是世界上赞的城市伊做这些代志拢是为着这个城市的发展的考虑的。伊的中心思想就是希望讲北部有一个城市会当互人伫遮有出发，因为迄个时阵成功的人拢伫伦敦，你要想成功，你就去伦敦，你成功了后，你就住伫伦敦。毋过伊希望讲文化这个物件，无应该是只有伫伦敦才找会到。伊嘛感觉讲，你要讲为这个城市有啥物贡献，你人就是爱来遮你爱转来，你爱住落来创造这个城市的元气。所以伊就搬转来，伊感觉讲，大家应该爱来住伫市中心，先甲大家解说者，因为大部分呢，可能英国啦，含欧洲可能嘛是，就是有钱人其实拢袂住伫市中心，因会搬出去外口，因为外口的环境较好。毋过伊就是感觉讲，你就是爱住伫市中心嘛，安尼市中心才会好起来，所以伊就伫市中心找一个拍远的一个某房来做伊的即个办公室兼徛家。伊做的代志就是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伊嘛认为讲文艺界的人嘛会当去创造一个城市，毋是惊啦台积电有法度尔。伊看即个，因为咱文艺界的人嘛是会当来创造一个城市，含政治人物、含官僚、含台积电共款重要，所以伊就用音乐去改变即个城市。伫伊办 In the City 即个音乐的 conference 的时阵，伊就是感觉讲，咱一定爱办伫万城，因为咱若是讲去办伫伦敦，业界的人拢伫伦敦因开会随着旋转去因的办公室休困毋过你办伫万城，大家就必须爱伫遮住2暗3暗，暗时无代志做，行来会当去 party 对毋对？安尼大家讲呢，嘿，对，所以代志就是安尼发生的感觉诶，对，无毋对1986年的时阵，伊走去看即个万城晚报的编辑讲，
我甲你讲，你的报纸内底一定爱做一页报道即个慢声的音乐。伊主要是嘛是私心想要互伊唱片公司内底遐的唱片上报纸，这当然嘛是有。毋过伊的发生的结果，就是所有在地的音乐拢受惠。因为报纸报报就有人讲，安尼咱嘛需要一个电台节目来报咱即个在地的音乐呢。咱莫看伊讲是即个地方的晚报，就看伊无。后来有一寡世界有名声的慢声大团，因逐家要出专辑，拢会先伫遮发新闻。煞来伊阁用伊即个媒体的力量去改变大众对慢声的看法，伊会去访问一寡慢声出身的即个知识分子，比如讲写小说的啦，还是创啥。伊就会访问的时阵就会问因跟即个慢声有关系的问题，比如讲遮的人啊，遮的劳工啊，慢声伫世界的定位啊，跟即个慢声即个声势会当安怎去改变世界？伊互慢声即个声势，互人感觉就是足痛的，足有活力的。伊毋尔是跟即个音乐界、媒体界的关系就好，伊嘛通当时的即个慢声的政治人物就熟的，因为伊感觉讲有遮的伫这体制内底的人，甲伊配合的效果搁较好。因伫遮做的其中一件代志，就是伊就想要为中央遐甲地方的主导权摕倒来，就是我头前讲过，就是伊做音乐做走去武政治的迄块。所以我感觉伊对慢声的贡献，就是甲一个劳工阶层人足侪经济无好、意志消沉的即个城市，变做是有足侪创意和艺术性的一杯活人，一杯活灵，对，一杯活灵，活人，伊即马已经毋是活人，对，对啊。有一个伊的朋友讲，世界上啊，你找袂到一个公关公司会当做甲像伊安尼的成绩，甲一个城市推甲全世界，而且伊佫无收钱。真诶，这是真地下的文化部长，文化部长，对，无收钱诶，因为你一开始讲想要做这个慢声音乐的主题时阵，我是啊，因为我无伫听团嘛，我就问我身边有伫听团的啦。AKA 甲我困斗阵诶，我问伊讲，伊个知影 Tony Wilson， 伊就是讲Mr. Manchester， 哇，等于讲就是讲 Mr. Manchester， 我会感觉伊真正即个人对慢声即个地区即个城市诶影响力真正是足大诶。系啊，大概叫伊 Mr. Manchester， 对，慢声先生，对啊。好，咱这节目最后吼，就请即个鱼啊，含菜头粿，甲咱推荐即个 Factory 即个唱片公司出的一个乐曲，还是专辑，还是一条歌，互人即个咱的里面评判一下，你上介意？我评判一下。我感觉你讲要拣一条歌，真正是足歹拣诶。毋过好佳在，其实 Factory Record 伊下骹伊个人，其实因诶这音乐风格，有那足明显诶啦。我个人我是无法度敢若杀一个部分，因为因其实因为伊主要是地方诶即个艺人来去讲做因即个唱片公司诶即个主要咧签即个音乐家签即个艺人诶即个部分。Joy Division 这是一定爱讲诶，你就算无介意因诶即个音乐。你上少嘛去听一个，真诶，你也爱听过伊诶名，你嘛上少嘛听过伊诶名，你也去英国，其实台湾嘛有，你常常看有人去穿一个黑色诶 T 恤，顶悬就是有迄像迄山，的高线，嘿，对，迄就是 Joy Division 诶头一张专辑，叫做 Unknown Pleasure， 因其实才出2张尔。这头一张个毋知为虾米个比较足流行诶，毋知拢做 T 恤来穿，感觉种有穿诶，感觉足穿足样安尼。因为专辑做好看啊。其实迄设计真正是足好看，对。因为因较黑暗啦，所以我嘛毋知影听众有法度去接受着因像即种音乐风格即个部分，若是无介意即种较黑暗较强烈的即种风格的话，我会推荐另外一个 Factory Record 下骹，我感觉是足正面足乐观的一个乐团叫做 James。伊其实伫英国足侪人拢知影即个团，因上有名的一条歌，我讲一条歌好叫做 Sit Down。
这条我会使去听者，真正听你心情感觉就好诶。你也住伫西北园，你也住伫万城，你有迄个放因的歌来听，你会感觉你心情较好。Say something 嘛就好听。Say something 有哪就好听。Say something， 大家唱的时阵就感动诶，因为我大合唱安尼吼，就感动诶，真正就感动。所以你若我个人来讲，我就是讲，因为这两个乐团其实风格差足济，所以拢听看卖，你就经你介意来听就好啊。我是应该是会塞这 New Order 的歌啦，对，因为我跳舞的音乐，我是较爱这快乐的歌，会当跳舞啉酒的，所以讲我会塞这Temptation 或是这 Blue Monday。会当跳舞啊，足欢喜安尼对。你若是介意 Joy Division 嘛是无要紧啦，你就用做伙听，反正你遮要 Spotify 拢听会着安尼。对。Temptation 其实是 Ian Curtis 这个 Joy Division 时代写的歌，因为伊自杀啦。所以来这团员的部分因就是想讲伊写的歌嘛是甲完成，甲规个写好了，该做出来，所以这个歌嘛是佮甲做出来。对啊，这风格就好听。毋过个继续好听，无遐黑暗。对，无遐有准安尼。赞对，安尼咱这集就先到安尼，后一集呢，咱来讲毋是 Factory 的世界线的即个其他的万社的乐团，嘿，对，咱伫遮就先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再会。油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人来买落水客，参农民徛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客，请人客，上新起的土地。油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大家好，大我想什么代志？我袂记住我头前是啥货。